好，来继续来看林青霞扮女主角得到金马奖影后的电影《滚滚红尘》，即摆要推出数位修复版。林青霞为了这部片要搁电放映，特别登来台湾做宣传。56年级生的女神林青霞，经过5年，搁登来台湾啊！我很久没有来了，非常想念台湾的美食，亲戚朋友。 穿一个长裙碰鞋衫，林青霞的打扮轻松却是不失优雅。这次转来是为了要参加伊主演的电影《滚滚红尘》数位修复版的首映会。这出电影嘛，让林青霞得到金马影后。在90年之前，我拍的大部分都是文艺爱情片。90年之后呢，我几乎都在香港拍武侠动作片。 滚滚红尘是一个分水岭，也是一个里程碑，是里程碑，绝对是。滚滚红尘伫第27届金马奖得到12项的提名，连林青霞最佳女主角总共摕到8奖项，编剧3毛，嘛让林青霞印象真深。他就说他很想说每一个镜头都能够站在摄影机后面看我演戏，他是滚滚红尘的灵魂人物。 除了女主角林青霞，电影监制齐峰、电影主题曲创作者罗大佑、影后曾曾等拢有到场。出名的女主持人方芳芳嘛以影迷身份出声，伫台湾再次引起滚滚红尘的浪潮。